观众朋友，早早，今仔日是11月30，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英国首都伦敦出名的地标伦敦桥发生攻击的事件。当地时间29日下晡2点，一个男性伊身躯被假炸弹亚刀攻击过路人，造成至少2个人死亡。险案是当场互警方用枪甲弹死，警方是认为这是恐怖攻击。 外面你所看到的这个查甫人，和几名的过路人缀伫涂骹，警方得到消息赶到现场，爱民众离开，随着甲嫌犯拍死，佮封锁大桥。这件代志是造成2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英国政府是认为这是恐怖攻击。伦敦桥伫咧2017年6月同一个地点嘛发生过恐怖的攻击，当时是3个伊斯兰国的支持者驶上仔车弄过路人，佮伫附近攻击民众，总共造成8个人死亡。 有计划去泰国佚佗的观众朋友，就要注意，泰国电子签证申请伫今仔日正式上路。申请人爱先伫咧照规定上网设口罩，该提出在历的登记，才会使完成这个申请。外交部嘛表示，这是全球一体适用的标准作业流程，毋是干那针对咱台湾尔。自通机场坐飞机要去泰国曼谷，差不多要飞3点外钟。泰国一直拢是真侪国人爱去的旅游地点之一。 不过，自11月30开始，新办泰国签证新规定开始实施。想要去泰国省新办个人的签证，就要先上网注册，上传个人的资料，还个完成线上的纳款，才能把资料交予泰国办事处。他们规定呢，申请人必须上泰国外交部建制的一个电子签证全球官网呢，来设立账号，并且填入资料。那他们的这个网站呢，适用于所有或纳入新制度的国家，并不是单独为台湾而设立。 若是自由行要申请泰签，又该附在地证明，包括3个月内隔音破方面加累下的样本。 没有对这个申办签证的国人所提供这个财力证明有设相关的限制。那泰方呢，它此外也并没有要求相关的财力证明必须经由金融机构来认证。电子签证新制度真无方便，也互网友一直嫌。外交部讲，这唔是针对台湾，是全球一体适用。也甲民众的感受反映过泰国相关单位了解。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消息，互香港警察包围13天的香港理工大学，伫咧29日中昼是解除封锁。校长丁金光嘛去学校视察。丁金光表示，理工大学呢只是这回事件上严重的受害者。校方嘛拍算要遵照大楼损害程度来进行修复，有信心伫咧后学期会当准时开学。 经过规涂骹物件碎石，穿过无共款楼层所在，香港理工大学校长甲主管伫29下晡进入校园视察。我未做到好耐。被港警包围13天，香港理工大学总算解封。暗过4个因看到建物喷标语、玻璃碎糊糊、满涂骹的衫10面，还有真济所在损毁一片绿苍苍。 理工嘅同學嚟嘅46位啊！今次嘅理大嘅被佔據嘅事件呢，我哋理工大學呢係個最大嘅受害者嚟嘅事件呢，都係得到和平嘅解決。不幸嘅事件中嘅一個大幸啦，就冇人員傷亡。 學校指出，大樓損害程度不同，會看情形分階段修理開放。自28修正檢查行動過後，警方29個聯合消防等單位進入校園修正，處理加速筒、扣彈加可能有破壞嘅其他危險嘅物件。 係有280支嘅汽油彈，係唔同種類型嘅一啲攻擊性武器啦。咁我哋咧跟住會將嗰個學校咧校園咧交還翻俾理工大學啦。咁我哋警方係會離開校園嘅。差不多中晝時間，警方宣布解封，理大周邊嘅道路恢復通車，因為校園需要清理，所以只有校園受困人應進入。 雖然最近反送中抗爭在區議會選舉過後有小可平靜，不過中晝時間，中環長沙灣乃至家頂地依然有數百人在街路花口號唱歌，要求解散警隊。也有人感謝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加民主法案，警方分散各處戒備。Hong Kong is undergoing a difficult period. Despite the social unrest, I wish to assure our Thai friends that Hong Kong's fundamentals
including unique strength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ule of law,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remain strong.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泰國政府簽訂備忘錄，會後表示希望以對話來化解香港問題，也相信香港應恢復甲過去同款，因為香港國現在定緊和平法違憲，上訴庭第27延長暫緩執行令，會到12月7日為止。記者綜合報道。大華國會議第一章作出解說，講像警消這個業務性質較特殊的公務員，出勤放假的方式和出勤超時報銷這個規定，因為規範是不足，所以是宣告違憲。相關單位就要第3檔來檢討修正。嘛，等於是向一直爭取權益，所互人免一個前消防員徐國堯一個換教的正義。前高雄市消防員徐國堯，2012年在高雄辦台灣第1場消防員爭取落法的遊行。要所獲連續記42記新界被免職，到即馬兩邊甲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向大法官申請釋憲。第一遍是2015年，不滿外勤消防員就要權益休息，也就是做24點鐘，休訓24點鐘，每個月加班費也袂當超過17000，所以提出釋憲。經過4年話釋憲的結果，12月7月5號解釋出來。認定公務員服務法佇警消海巡等超群工作的部分規範無夠違憲。大法官也要求相關的機關在框架的規範訂定之前，仍然應該基於憲法健康權最低限度保護的要求，就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間以及休假的安排有關的事項，給予符合健康權保障之連續休息最低時數。司法院也認為，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無對業務性質特殊的公務人員超時服勤，予以合理的補償，違反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加健康權。相關機關應該在3年內做檢討修正。對此，徐國堯肯定釋憲的結果。我覺得我替那個全國的消防人員感到很欣慰，因為大法官的解釋是正確的。那這個所有的勞動者都有勞動的權啊。那表示說，我國的消防、我國的公務體制，在過去對於這些警察、消防、海巡等等的這些輪班制公務員，是讓我們活在一個畸形的工時底下，就是過往非常多警察猝死、心肌梗塞，甚至消防員因此就是精神不濟、出車禍，甚至也有殉職的這個狀況發生。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認為，徐國堯被免職是因為爭取勞動權被打壓。消防界甲高雄市政府等機關攏欠徐國堯一句道歉，希望無合理的輪班工時規範趕緊改善。記者綜合報道。咱來看今仔日報紙攏看什麼大代誌？椰林陳建州佇咧前幾日拋出體驗自動駕駛的影片，佇咧影片內底，伊是司機放雙手食麵超過1分鐘。陳建州是佇邊仔佫要求司機得愛看鏡頭，毋過咱國內是猶未開放自動駕駛。國道警察講，這種行為呢是違規佮危險，會對司機處6000以上2萬4以下的罰金。警方嘛已經以證人的身份甲因傳喚，毋過陳建州是猶未到案。再來是聯合報，氣溫是直直降，一禮拜假期北台灣的溫度是回升，不過後一波的東北季風是愈強，後禮拜可能會出現13度的低溫。民眾會驚流感這個疫情呢是提早報告，不過今年因為公費的預防車是較晚做，未少民眾自費嘛無通做。疾管署是表示，未來這4禮拜是還未到流行期，民眾是唔免傷過頭煩惱。再來是自由時報，國民健康署是提醒，心肌炎和腦中風恐驚就有性命危險，而且查甫的鏡頭是無啥共款。查甫較會有胸腔雜雜、氣喘未過、頭暈的鏡頭，女性就會出現想要吐、手麻、開始偏痛、氣喘未順。心血管的患者若要避免急性發作，寒天就要穿較少咧。雖然拄出社會，基本薪水是有到2萬8，去年有327人1月日算了無到3萬。主計總處佇咧公布今年也是有我300萬人，不過卻是19年來上低。專家表示，人變少是無代表薪水起真濟，但是這調薪水的趴數對袂到這物價起價的速度，嘛是逐個月開較大大。我做服務業的，大概2萬8，但是因為就是扣一扣，可能就沒有那麼多了。做餐飲服務業已經4檔啊，不過月給預算無到3萬塊，每個月若收費扣掉了，也怪納學貸。
免讲去投资，连欠钱拢无困难。像呢，每个月薪水无到3万的劳工袂少。根据这个总处的统计，业绩无到3万的全台湾差不多299.4万人，占全体互人请的就业者32.8%，比去年减少22000人，是创19年来的新低。不过，有一寡民众认为，薪水起若得袂到物价起价，薪水固定的人生活压力也是真大。物价好像都跟不上薪水，因为你的物价一直涨得太凶了，尤其房价速度你永远存不到啊。上班族、受薪阶级，他们大概都是外食族嘛。那我们最近的外食的费用确实很明显的增加。业绩无到3万的人变少啊。不过，根据人力银行的专家分析，有几个原因。包括连续4年调起基本工资的带动，抑佫去年所通过头家伫咧请人的时阵，若业绩无到4万，就要公开薪水的范围，袂当写薪水当面桥这款原因的因素影响。不过实际的薪水敢有增加？答案是无。大部分不到3万块，可能还是以一些这个技术门槛比较低的，像一些这个餐饮服务业啦，这些劳工朋友到底主要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政府还是要持续追这样的一个分布啦。另外，非典型的就业人数，伫最近5年来不断的增加，今年是有81.9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7.13%，总历年来的新高。其中受到外送餐饮的服务平台最近正流行的影响真大。不过非典型劳工的保障较少，伫咧最近劳动部已经通过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加保护法的草案，伫今年底进前会当送到行政院审议，非典型就业劳工会当受到保障，预计会当有30万名劳工适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选举就要到啊！真侪人话讲要全面落架吴思怀这个口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嘛讲，不如话互北海地落选也是看煞较实在。伫咧口说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另外，郭文铁嘛讲到，若是民众党敢若摕到20个立委，未来政治路可能就会受到限制。台北市长郭文铁接受媒体专访讲，民众党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关系，都亲像有大工厂甲经销商，无独家代理。是伫讲郭台铭伫民众党甲亲民党两边拢有底，尤其伫知影郭台铭甲亲民党合作的时，心中把比惊一条。访问出来，郭文铁嘛做澄清。因为对郭台铭来讲，如果他是制造商，你知道，他本来就不会只找一家代理商了。如果我们有17名分区的立委。那他愿意帮我占10个也好，总比占0个好，对。所以对我来讲是朋友要多，敌人要少，有可以合作，尽量合作。这几天，民进党发起全面落架吴思怀活动，目标向国民党政党票比159万票低。国民党就讲，要国民党连40分区拢无，根本就无实际。建议号一个更较简单口号来宣传，佮靠西排名部分区名单第14名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这个口号不切实际的，他应该说让那个白海豚落选，这个会比较实际一点的。这个所以那个到连国民党连第4名都没有，这就是选战策略怎么讲？我感觉蛮乱化的嘛。所以对吧？我们打选战也要合理的。如果让白海豚落选，或让白海豚搁浅。自认口号好了袂歹，笑嗨嗨。不过现阶段面对亲民党甲时代力量等第3势力，压力其实嘛袂少。国民党评估，民众党上海可能加出2席，嘛讲安尼未来家己政治路动能就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县党部昨是召开科技会，针对被保困期去登记参选的人做处罚。其中保困期的假后，嘛就是花莲县长徐金美是互人记心戒一摆。另外，乡长和县议员说是互人听权，无就是开除党籍。有的人嘛认为安尼真无公平。为着要挺进花莲县长保困期参选区域地位，真侪国民党籍的花莲民代照常出席保困期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其中上互人注意的就是保困期因某，也就是国民党现任的花莲县长徐正伟。代志过2天了后，国民党县党部对相关人士来处罚。徐县长的部分，应该是提申诫1次；乡长何立台、县议员吴东升。还有县议员张正志停止党权，还有撤销党权，还有开除党权。照国民党的规定，相关党员会当来现场表达意见。不过开会通知书面顶的开会地点，却是一间果子店。去向开除的党员想要参加会议，却无法度申诉，骂讲国民党伪造文书。我认为花莲县党部有涉及到伪造文书之嫌，
，25号据我们这边了解，根本没有开考纪委员会，包括今天是否真的有开考纪委员会，我们不晓得。故意剥夺当事人陈述意见机会的权利的。好，那这个部分恐怕在这个程序有重大瑕疵的状况下，如何做出合法的、合理的一个处分？经过确认，国民党县党部表示，通知开会书面顶的地址确实有错误，无去向通知开会科技委员，是已经对古主委做回监督职务。这届科技委员拢是新的，国际嘛已经送去予中央。市政委员长是无愿意表达任何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高雄的燕巢田寮内门迄带有一种特殊的地形，互人叫做月世界。不过，昨所发现有一只保育类的水鹿，互树叶压到。虽然民众有赶去救，所以也是救无转来。高雄市的农业处就提醒讲，乌白抓保育类的动物，相当会互人怪误当。梅花鹿目睭铁金金，伫面体边仔的田软来软去，阁有保育类的水鹿，甚至阁有爱生食囝的拉里。这寡野生动物最近常常出现伫高雄燕巢、田寮、内门、林港屋地区，但是27所违法的人士，家己放保守业在抓保育类的水鹿。阮看到的是已经在伫遐。感觉因为咧流目屎，阮去阮甲伊安慰吼，感觉伊的额头遐甲你，伊叫因为麻醉嘛，较无力啦，拄清醒个额头开是看，佮叫我倒落，我讲阮要来甲你救啊。当地因为是认为甘蔗较少屋地，加上农民居民开始有保育的观念，互野生动物开始慢慢啊保育，但是嘛常常出现外来人士调工在掠，居民拍算要家己做巡守队来巡逻，但是嘛有农民反映，种的金蕉作物顶，互野生动物打歹去。面对两难的状况，因为他吃得到，所以伊拢甲规个金蕉拢甲你咬无断。啊，你叫我卖用鹿啊，卖安那保护伊啊？问题阮的物件，种植的物件要安那？啊，想要菜拄啊发出来，就去甲你食，以为食了了啊。真的有到了对农作物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也会寻求中央或者是学者专家的现地的了解。农业局回应，目前还未接到作物去用破坏的通报，但是若是有类似的情形。会想办法甲农民做伙解决，同时嘛提醒乌白抓保育类的野生动物，相关爱面对5年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碰撞的珠仔是真歹处理的大型粪扫，像台中市到今年10月已经回收54000外地碰撞的珠仔，内面的铁仔是白白的，嘛卖无钱，回收的价数嘛真低，这嘛已经变作是互人真烦恼的问题。提家私甲碰撞挂开了后，才一个一个分类。除了甲外口的材质分类，也甲内底的间仔回收。这个程序员讲是有点仔复杂，也真搞工。先把外皮剥掉嘛。那如果说是像这种还好，有些像稻草的，它会卷，那我们就一根根拔螺丝，拔钉子。亲像独立桶的层次是更加麻烦，更加搞工。而处理这的层次是真麻烦，主要是组成的材料真复杂。爱用真侪人甲时间来做，成本拢真悬，实在是做袂起，所以层次是愈积愈多，已经造成新的环保问题。以台中市为例，到今年10月，这种回收的碰床有54000床，已经处理42000床，也剩12000床爱处理。抑过即阵每个月计计来说处理4000床左右，因为卡手无够，伊个真搞工，回收的碰床愈收愈多，实在是做袂来。你说要有机械式的话，可能就必须要统一收售，然后再送来这个集中的区域来去做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人力跟车次上面的考量啊。台中市环保局讲，废弃物即阵是随水附带扣清除处理费支付成本，民众免另外来缴费。若是拄到过年也是开学的时阵，人稀少的碰床是大大增加，数量真多，造成严重问题。环保团体认为，应该开放民间的人力来加入。可利用的这个资源需要人力去拆解的这个部分，是应该开放或一个机制，让民间的力量去参与，而不是锁定现在既有的环保局的既有的人力，这个会太可惜了。另外，虽然台北市有买破碎的破坏机，同也拍算要买，但过加碎了后，爱开始分出废铁困难度悬，运输成本也增加。台中市环保局讲，即阵采分区处理，除了开始分类，也减加集中处理，贴底遐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拼，体育署伫昨下晡颁发108年度国光体育的奖章。这回呢有460人次的选手得奖，嘛发出1亿5200多万的奖金。其中也招恁的查某选手郭幸顺，就摕到9项的奖章，得到600万的奖金。无论是穿国家队的制服，还是正式服装，108年度国光奖章的选手，甲体育署的大礼堂坐甲甜甜。其
今年460人次的选手得奖，嘛分1亿5295万的奖助合金出去。两种运动有122个人次是团体上济，也就咱的选手郭幸顺摕到9项奖章，得到600万奖金。这个阶段来说，其实除了恢复跟做一些体能训练以外，其实在下礼拜就要出发去田径比世界杯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来，当然也不能急。若要拼明年的东京奥运，后礼拜要先比世锦赛，郭幸顺讲还佫继续拍拼，得到367.5万国公奖金，个人奖金第2名的李志凯，今年个人表现嘛真好，嘛甲东家红骑兵欠等等的队友摕到东京奥运男子成队的门票，算是大丰收的一档。可以继续做努力，跟继续去做备战，然后为明年的东京奥运去做更积极的准备。蛮不可思议的。对啊，因为本来是已经跌到谷底，现在又爬上来了啊！当然是希望明年能更好，能去参加奥运。今年得奖的选手年纪上细汉的是17岁丁华添，伊替台湾摕到51年以来第一场奥运的女子体操资格。真特别的地板新动作，佮得到国际体操协会认证，好名字丁华添跳。明年就是会练一些新动作吧，对，会提升一点难度。摕到奖牌享受公益的时阵，毋过典礼结束了后，选手长期训练甲比赛的时阵，拢爱想讲要安怎提升家己，避免受伤，保持伫咧上好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世界公司大典精选影展台北场进入第2天，今仔日是要报一国两界单元，要带观众下过族群年会阻界，来看东云站外面的世界。另外，有精彩调查报道，要互观众了解乌心草皮和迄关工厂，佮有严毒的伤害，咱做伙来看。加拿大民众是安怎看当地原住民？ I think of alcoholism. I think of drug abuse, a whole bunch of partying and flop houses. 你的心内是毋是有这种印象？种族、性别、年龄，伫咱的心内贴一道看袂到的墙。今年世界公司大典精选，要透过各国导演的镜头，拍破咱心内的这座墙。加拿大公司用这马上流行的实景节目，互6位白人去北美原住民的家园，用28天体验原汁原味的生活。I came here with ignorant views, and you know what? I was wrong. 行出港湾站者的反省偏见。另外一部比利时纪录片已经有一个白讲过，先访谈国家历史影像，重现港国殖民时期的乌历史，互人了解殖民者甲当地人是安怎划清界线，建立乌白分明的社会。反省不一定爱严肃。日本82岁的孙国阿公，为了要将儿子带进的经历传给少年人，伊编做去年的 YouTube， 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少年人听。On en retrouve partout, sur les pistes d'athlétisme, les terrains de rugby et aussi les plaines de jeu. Je suppose que c'est pas dangereux, sinon ce serait pas trop des terrains pour enfants. 影展也透过调查记者的报道，互人看到一寡代志的内幕。比利时记者就查出，看起来真安全的人工草皮，其实也有一寡危机。南韩的记者是去网络拍卖物流中心，互观众看到废弃劳动环境。荷兰导演是国家大大去甲毒品的问题，甲一寡正毒的人接触，调查少年人为什么这么爱俗称举水的 GHB 液态摇头丸，应用镜头逼出迄寡人无愿意面对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到明仔载，日是东北季风是较弱，各地早暗较凉冷。台湾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和马祖有局部的阵雨，北部地区卖落地阵雨，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是济云到出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5度，中部地区16度到27度。南部地区18度到27度，东部地区19度到25度，离岛地区15度到23度。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